来看中华的消息，中华园林这个基公路自来水工厂呢，自来水厂呢，早起咧进行水管的工程，测试时，测试压力时呢，因为压力伤过头大，造成自来水管就咧憋起，这个水冲出来，冲了有够大的路呢，冲到海了，加在呢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白色车辆当驶伫车路，地面唔知影是安怎熊扑起来，所落个点仔架路是规地裂开，内底水亲像喷泉共款钻出来。地点就发生伫中华园林的基公路，当时自来水的人员正咧进行南送水管的设置工程，伫咧分段测水压的时阵，就伫园林段因为水压伤过大，造成接口脱气，水管全裂开。在加压的时候爆发，施压力就对了。对，施压力，我们要4到10公斤。水压的冲击力伤大，将规个路面拢冲破。蛮可怕的，就很像地震，然后有摇一下。好在这当时无车辆受到影响，不过路边规土块沙石啊，也有破碎的点仔架路，已经予汽机车真歹通过。因为在循环也不晓得会发生这种状况，这样赶快把它尽快把它修复最重要。这场意外好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，嘛因为是幽闭的线管，所以无停水。目前破损的道路将会暂时封起来，赶紧派人来修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